海巡署南部分署四草漁港安檢所伫咧28日舉行路線啟用典禮，象徵海巡基站執勤環境甲港區安全再升級。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碧玲特別南下出席，並甲台南市副市長蔣靈煌、安平開大體育總主委羅友禮、全台西南董事長詹正義等貴賓共同剪彩，見證新艇城正式啟用的重要時刻。請剪彩。剪輯手套，工程宿舍皆平安。我們在海上除了查緝毒品、查緝走私、查緝偷渡、查緝槍支等等，海巡在海上擔負的治安的責任，不亞於警政在陸域所擔負的治安責任。大家說對不對？對。除此以外，我們海巡的同仁救生救難，救援了無數的生命。去年1年，我們總共救援了600個人次，其中有100多人是外籍人士。所以，我們剛才古尼錦尼，我們遠洋的這個救援總共包括護漁，我們走了23047海里，嘟嘟啊和水赤道一圈。擔負的是救生救難、海上保護人民平安的責任，所以國安、治安甲平安，這就是我們海巡的兄弟心上所打起來3安的任務。副市長蔣靈煌表示，四草安檢所是台南一個重要門戶，也是台南市的門面甲守護神，因此特別感謝所有海巡兄弟的辛勞付出。汽車安檢所是咱台南是一個很重要一個點，一個門戶了對吼。啊，這就是講小漁船，咱有看到倒這邊這漁船，伊只出入的安檢的部分，啊，佮有來就是講外來的有可能有人侵入的部分，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重要一個場域，啊，叫這個門，所以一般講起來是講咱台南市一個門面一個守護神。所以在這裡也非常謝謝我們這個安檢所所有弟兄的這個辛勞了。海巡兄弟當年徛在第一線守護海疆，不僅肩負打擊走私、查緝不法，更守護個人生命財產安全，對着維護國安、治安甲社會平安具有重要意義。四草漁港是台南重要漁業甲觀光據點，安檢所設置會當強化港區管理甲海域防護能量，提升整體執勤的效率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